觉得张善政是一个适合的人选吗？适合的副手人选吗？张善政大概是大家广为周知嘛，张善政是一个善后的人选，只是说张善政的善后啊做得非常差。那因为韩国瑜没有其他人可找了，像今天有在提江启臣我认为啦，朱立伦、侯友宜、江启臣他们3位啊，就是国民党除军排行榜的1、2、3名。他们在2020这一局对韩国瑜充其量就是应付交叉，他们已经布局2024甚至2028。那韩国瑜自己错失了黄金救援期了，就是早在7月国民党公布初选结论的当天，其实朱立伦第一时间就向韩国瑜缴械交心，而且也交了副总统的报名表了嘛。只是当时的韩国瑜大赢了20几%，当时的韩国瑜我8个字形容啊，趾高气扬，天威难测嘛。所以他当时他认为选副总统不急，而且要来参与副总统人选，哇，可以，他应该很多，他认为啊，你们就排站成一排，等我韩国瑜有空的时候再来后宫选妃。他当时是这样的心态嘛，所以他错失了那个黄金救援期，就是在初选一公布啊，就是你自己党内伤口裂痕要裂开加剧的时候。其实他在11月11号上午11点11分，这么多的1在我看是韩国瑜这个隐藏一个彩蛋数字的。这个数字是告诉我们1111的结论，就是说啊，韩国瑜是一人部队单兵作战那因为总统选举一定要挑一个副手，要列明在公报选票上面嘛。那社会蓝营他们最期待的说啊，就是找朱立伦。但是朱立伦是自命为国民党的储君，所以朱立伦已经不可能之下，对于韩国瑜而言是不得不，你一定要列一位副手人选啊，无戏黑马后，所以找张善政。但是挑在今天1111这个背后，只是韩国瑜说不出口的。就是他的那个性格，他就是政治版的蓝波，一人部队单兵作战。我认为这个是弦外之音呐。